咱先来看一篇圣经节，记载伫罗马历书第5章第60到第8节。咱照咱的惯例，咱的圣经是用华语来读哦。罗马书5章6到8节。罗马书第5章第6节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。为人人死，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主必听大巴别上帝，阮伫2022年会开始的时阵，阮为着阮2021年会经过来献上阮满心的感恩。当伫过去一年中间，阮或是有不如意，或是有艰苦的事，或是有欢喜的事，但是阮知你拢甲阮做伙，你拢咧看顾阮，你带领阮经过2021年，进入到2022年，阮就为着阮2022年所要行的路站，阮恳求主你来引带、来带领、来保护。但阮感谢今仔日伫这个所在。阮要透过敬拜来明白主你的话语，求主你赏赐阮每一项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来领受你的话语，开阮的心门，赏赐阮的属灵的智慧，互阮会当明了。阮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咱2022年拜6礼拜头一场的这个台语礼拜，你毋知足久拢袂记咧台语啊无？佫会记咧台语诶，咱今仔日咧选举什么总统？台湾的总统吼，所以台湾有台湾话，咱嘛是爱熟悉，拢爱熟悉吼。言语是愈熟悉愈侪，是对咱是愈有利吼。当伫即个2022年的时阵啊，牧师有几个主题要向咱大家讲，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讲耶稣甲现代人。这是第一讲，拢总10讲伫咧。咱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你感觉耶稣是神还是人？耶稣是神还是人？啊，赞成耶稣是神的举手看觅。安尼豆豆举，直直就举起来就好啊。哦，好黑了。耶稣是人的举手。哦，好，两个拢举手才是对的吼。啊！你两个拢无举是安那？毋是神也毋是人，啊无耶稣毋知是甚物呢？啊！耶稣是神还是人？伊是神，但是伊将这人的样式，到伫地面上，为着咱要来留伊的宝血吼。知影讲，互咱知影讲，伊疼咱。耶稣得爱变做人，才知影人会才知影人来会艰苦是毋是？无，伊是神，所以才你知影咱人会艰苦。但是伊诚做人，互咱才知影讲，哇，伊嘛是人格，所以才知影讲咱会艰苦，迄是咱要互咱知影，毋是要伊家己才知影吼。所以耶稣是神，伊嘛是人吼。伊伫地面上的神，伊就是人。虽然伊是神，但是到地面上诚做人。所以你看耶稣咧用定时的家神，会听啊袂听？当然是会听啊。圣经嘛有讲着讲，耶稣有巴肚枵的时阵无？有啊，耶稣有流目屎无？有啊，耶稣有艰苦无？耶稣有受气无？拢有啊，伊甲咱人共款。伊诚做人的时阵，就是诚做一个人，但是伊有上帝的囝的身份的，所以是人啊。伊是伫即个西元的0年，还是西元的4年哦？现在历史就去查考。以前咱拢想讲，西元的1年就是耶稣诞生迄年吼。啊，即摆查考结果讲，应该是主前的4年的时候。为什么主前4年呢？因为希律曾经杀了这样2岁以下的孩子，那个婴儿啊，所以这历史上有记载。所以按照可以推算，有几个历史记载，你知道讲，耶稣其实是不是在西元一年的时候，是在西元前的时候诞生了。所以底下你早已经2000几年前的时，伊甲咱现代人免怎有互动的咧。伊是虾米？敢若知影那以色列人，敢若会帮助以色列的人俩。伊对现代这种咱的情境，2000年前以色列人迄个情形，甲咱即摆情形有共款无？绝对是无共款的。
咱现在已经进步啊，到 WiFi 啦，进步啊，啥物物件你免出门，你做宅男宅女拢无要紧，你会使度一生都无要紧。你伫厝内当拍电脑，像你也免出去买物件，你甲订点物件就送来啊。你要划拨钱拍拍就好啊。你要甲人讲话拍拍就讲话啊。你人拢总免出去就会使，以前敢有可能？无可能啊！也嘛无电话，要讲一句话就安尼走遮远去共讲一句话，啊，再个倒转来。你敢要通想象迄种的时代？耶稣是活伫迄种时代，耶稣无车通坐，得爱骑驴啊。当物件都拢无的时阵，耶稣敢会知影咱现代的即种环境遐尔啊复杂？咱若遐尔啊复杂，耶稣敢会当帮助咱？咱毋免让对圣经中间来了解讲，耶稣安怎帮助，以及安那甲下面这人的互动，甲罪人，甲破病的人，甲迄个劳苦的大众。甲孤单的人，甲绝望的人，甲咧迄向咧有安尼足毋茫的当啊，足侪需求咧祈求的人，甲自义的人，自以为是家己足好的人，甲理性主义者，甲敌对的人，甲跟随的人。耶稣甲遮的人，伊拢有当着，伊伫世间的时候当着遮的人，伊安怎和因的即种对话？咱要三个来学习，咱今仔日是学习第一年了。咱要用10讲去讲到这部分。今仔日要讲到耶稣甲罪人。头前咱要知影耶稣，对耶稣有更较清楚的了解。耶稣伊是死国外的耶稣。耶稣出世伫公元前前4年哦，啊死伫公元后的30年。耶稣33岁已经死去。圣经中间有讲耶稣33岁死无？有无？恁大家圣经有熟啊无熟安尼？我若问问题时，大家拢安尼一脸茫茫然安尼吼。耶稣圣经有讲到耶稣几岁死无？有啊无？无啦。啊有讲耶稣几岁出来传福音无？有无？啊，这是为咱知影的一个信息。讲伊有讲到几岁时呢？12岁时去耶路撒冷，30岁时出来传福音，约30岁。啊，为什么咱会知影伊传3年？有人讲3年半。圣经无讲到啊，但是圣经内底有一寡迹象，你会使去查。讲圣经内底讲到耶稣过半过节过几遍，过3摆，毛过节1年才1摆呢，所以过几年？过3年。啊，当我推算的时阵是伫对极限，所以差不多3年半。所以一般人学者大家拢讲，耶稣出来传福音传了3年半，或是3年都可以。所以以死的时大概是33岁半，或是33岁、34岁拢会使吼。咱知影讲，伊是30岁出来，然后传福音超过3年外，然后伊去用定时的价，第3天对死亡中过活。伊若是神，伊就袂死，去有这死亡给拔掉咧。所以伊已经过活，这是大家咱拢知影。咱12月25号在经过圣诞节。咱有圣诞老公公，前圣诞老公公的衫，毋是圣诞老公公生日，但是就着圣诞老公公，大家所熟悉，咱伫街路咧行，底下咱所唱的歌，就是唱着耶稣带来平安眠，然后过一个耶稣过活，一个歌，就是要互人知影，耶稣伊已经过活，所以无可能是讲人啦，伊过活伫天顶的所在。头一个讲，耶稣是死过活的即个耶稣。第二，耶稣是超越时空的这个耶稣。耶稣伊过活的时阵，伊活伫永恒的时阵，毋是干那即阵，伊过活迄个时阵来伊是活伫永恒，因为伊到伫天顶，坐伫被上帝正边哦。伊买当活出这个现代这个时刻哦，所以耶稣啊，伊会当甲你永恒的代表过去。代表现在，佮代表未来嘛，所以耶稣一定甲咱即个现在哦，咱咧讲现代即个现代人呢，伊会当甲你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对人的这种关系存在哦。所以咱要讲耶稣甲现代人的时，绝对有即个议题咱讲的吼。过来耶稣甲现代人来讲的时，咱这个系列是要讲啥？就是要对耶稣伊咧传道理的这3年外中间，咱找出来讲，伊甲迄当时的人
所建立的关系，甲迄当时人的看法，甲迄当时伊安怎一寡标准行代志的标准的时，咱要来知影。咱就知影讲，咱究甲即个情境究啊到现在来看的时，咱就知影讲，咱迄当时耶稣甲咱遮他拄讲遐个人的时是如何，以前是安怎，现在嘛要安尼。但是结论甲咱讲，就是伊一定要怜悯咱，要疼咱，要帮助咱即马即现代人。因为咱想讲咱偌现代咧，耶稣是足古早，爱古董 LKK。因为2000年前啊嘛，所以大家毋知影阮遮尔复杂。伊讲知影讲，我上网一下啥物人都拢知影。以前无这个信息啊，耶稣大概是迄种无办法了解。耶稣是永远伫咧，以前也伫咧，现在也伫咧，以后嘛阁伫咧。耶稣知影比咱多太多咧。咱讲咱是现代人，伫个眼光来看，我想毋是咱现代人，只不过是较比以前的人较知影啦。耶稣嘛要帮助咱所有的现代人伫咧，所以咱第一讲要讲到耶稣甲罪人，耶稣甲罪人伫咧，咱是毋是罪人？那根据圣经来讲，《罗马人书》第3章23节讲，因为众人已经犯罪了，上帝的荣光啊，这台语，因为众人已经犯罪，上帝的眼光得无着。我想讲，你会用台语、用华语啊？圣经节我们还是用华语，大家可能比较会当较知影吼。伊讲咱已经咱众人拢犯罪，所以互上帝伊无眼光啊。上帝造我们是为着要安怎？为着要荣耀伊。所以咱讲人基督徒的人生观是啥？4个字：荣神益人。我们要荣耀神，然后再要对人有帮助啊！这是咱基督徒的人生观。所以基督徒你若无荣耀神的心，就让造你的这个神觉得没有荣光了。恁应该有这种经验的咧。恁若是一个真歹的囡仔时阵，恁爸爸出去应该你警告讲，出去唔通讲我是恁爸哈，因为你做了不让我觉得引以为傲。啊，你若是足够的，我讲足够对，这阮囝啦，这阮囝啦，引以为傲。你有荣耀你的你的父亲无吼？但是圣经讲啊，咱人拢总犯了罪，和这个神和神的没有荣光已经无去啊吼。那神降生为人的耶稣，伊要看咱这个人安怎如何？伊知影咱人已经是犯罪，伊要安怎来帮助咱？今仔圣经几样位的圣经呢？咧讲到耶稣甲罪人的中间的互动是安怎？伊的看法是安怎？伊要安怎面对咱这拢是罪人的罪人的人吼？咱读到这圣经节吼，卡住了，那个地方有亮啊，但是没有动。啊，这是台语的吼。你会当来读看卖好无？来读台语来，因为咱要君能软弱的时，基督到期替有罪人死，因为替义人死的，恶的有；替好人死的，检采有人敢。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。因为咱要去做罪人的时，基督替咱死。好，这现在在是讲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，神就已经为我们而死了哈。神的爱就在这样子来显明出来了哈。所以咱睇来看，耶稣他不定人的罪。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3到11节，也讲一个记载。在犹太人引起抓到一个在行淫现场被抓到的妇女，因就出来和耶稣讲，这个妇女呢，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了。那摩西甲阮讲，当着这种的事，阮得用石头甲钉死。啊，那是你讲嘞？问耶稣讲要安怎？这足明显的，圣经顶头嘛有写讲啊，这个人是要安怎？要试探耶稣。因为耶稣若讲好，甲定的是安怎？你毋是讲安怎？你爱听世间人啊？那会使凊彩个人抬死？你若讲袂使甲定，讲哇，安尼你要叫阮违反摩西的教导少？所以讲是也毋是，讲毋是也毋是。这个时阵要安怎？咱看去
这个是一个面对一个有罪的人，耶稣伊变安怎？头一个，伊所面对是一罪非常的确定，就是现行犯，证据非常的确凿，无可推诿，是袂使有借口现行犯哦。然后世人跟律法书如果看待这个罪人来讲，一定要死的。照摩西的律法，就是用石头来拍死吼。以前无枪吼，就是用石头钉，无上个紧吼。咱会记司提反当初嘛是用石头甲钉死去吼。这个是文士甲这个法利赛人哦，因这种诡诈试探。听起来因敢若是讲哦，我要来知影老师啊，你甲我讲，阮着爱安怎做？你若甲我讲安怎做，阮就来安怎做？敢若是乖乖牌的款。但是咱想看嘛，行淫现场被抓的时，有几个人？敢有可能家己一个人？绝对是两个人啊！为什么敢掠这个妇人人来，无掠迄个另外迄个查甫人来？所以显然伊本身就已经无公正啦，吼，是要借着这个要做一个去陷害耶稣的情形的吼。所以文士呢，因这是一个诡诈试探的。文士跟法利赛人是自以为应该过着圣洁跟敬虔的生活哦，所以俩这个既不敬虔又不圣洁的行淫的妇人哦，来见这些妇人哦，伊为着要试探这个要来控告耶稣吼。所以耶稣。那是讲不需要时，用石头打死伊讲啊，你违背摩西的律法。啊，若讲爱用石头来钉死，因为啊，你毋是讲爱除去世人的罪孽，啊，你毋是讲爱听人，神爱世人，啊，那些跟你所讲的福音都要相违背，所以耶稣会非常为难，对吧？那是你我看你讲是也毋是，讲毋是也毋是，要安怎是安那？咱会真为难。但是耶稣安那，伊是神哈，所以他有他的智慧在。伊面对这时阵，伊底下讲，耶稣伊就不爱讲话，伊就按了去安那涂骹写字。这是圣经中间唯一的记载，耶稣写字的。检查也没有写说写什么字哈。耶稣蹲下去在地上啊那写字，伊不爱回答这个人诶。哇，这人伊个问，阮都要安怎？阮都要安怎？耶稣为什么不爱回答？耶稣是要用不理会，让众人也让察觉到自己也是罪人，无怕生这人无办法，无去察觉的，所以耶稣背起来讲呐，恁中间无罪的人，通大先用石头钉伊。你们中间没有罪，你可以先用石头的丢他、指他哈，然后就又蹲下去，又开始写字。等一下起来看的时候，有没有人啊？没有半个人。众人在良心光照下，从老到少，对老到少年的呐，一个一个拢来离开去。伊来离开伊时，耶稣就问讲：问迄妇人人啊，人拢走去倒去？你迄人敢无人来定你的罪噶？妇人人讲：主啊，无人定我的罪伫咧。耶稣就甲伊讲啦：那安尼我嘛无定你的罪吼。咱知因为是毋敢定迄罪，因为咱有罪的人。咱当然无资格去定别人的罪嘛，吼！一旦审判甲定罪人，只有完全甲圣洁的这个神，才有可能会当用。只有圣洁跟公义的神吼，伊才有资格去审判甲定人的罪的哦。所以耶稣底下讲呐，既然伊无甲你定，我嘛无要定恁的罪，但是去你以后毋通阁犯罪啊！耶稣伊无爱定这样的罪，毋是讲伊要纵容，啊嘛毋是讲伊要接纳这个罪，伊只不过要赦免这个罪，因为伊听这个罪人，啊伊个接纳这个罪人，所以伊叫伊讲你毋通阁犯罪。你想对一个效果较好，当然是这个效果较好啊。甲你刑罚，甲你处罚，你就想讲啊，我既然已经接受惩罚，那我迄个罪已经抵掉了，所以无要紧啊，我会使阁犯罪啊。生活常常是安尼哦，咱的记录也显示讲，你去感觉个出来的人%多少会在犯罪，80%以上人会在犯罪，甚至伊的道行个愈来愈悬。现在去偷地去用掠入去安那，底下个问一个神拜，所以出来以后呢，哇，技术更加进步。现在是骗人的入去啊，问一个，一个骗术更加厉害，佫出来更加道行更加悬。通常要底下来改变。无可能，
非常的难的咧。所以你用下边伊，你来接纳伊，你来讲，我知影你的困难，人也无定你，就我莫定你，但是你毋通搁犯。伊个感激你的心，我相信即个富人人以后伊就袂伫迄个所在过来犯罪。这是咱头一个看见讲，耶稣伊本身伊无要定人的罪，咱家己知影，咱家己有啥物罪伫咧。头一个耶稣甲罪人的是，互咱看见啥？第二，伫路加福音第7章的360到50节，另外佫记载一个记载，伫遐讲耶稣到伫一个法利赛人伊的即个厝呢去食饭的时阵，有一个妇人人，伊知影耶稣去遐，伊就摕一罐香油去到伫即个耶稣的所在，去徛伫伊后壁，然后就开始流目屎。伊挖滚耶稣的即个骹的所在，流目屎，伊个目屎滴落来，滴啊到伊个呐，耶稣的骹伫迄个所在澹去，澹去了后时，伊也免那个切，伊用伊个头毛甲耶稣的骹甲切掉，甲即澹的切都清去，然后伊个伫迄个所在抹即个香油香料吼，抹伫即个耶稣的骹伫咧，佮伫遐浸耶稣的骹伫咧。咱可能爱淡薄仔了解讲，伫早时巴勒斯坦迄个所在，迄阵也无大马加路，没有柏油路，也没有水泥路，拢是即种土粉的路。所以咱会记得耶稣伊行新家，甲水变做酒，迄个新家咱个会记得。为什么因外口逐个门口拢爱下一寡滴水的即水坑？因为因行路拢穿啥物鞋？穿即卖凉鞋哈。凉鞋，所以有人讲，迄凉鞋叫做耶稣鞋吼，因为以前人拢穿凉鞋，所以凉鞋的时阵呐，骹拢现对无？所以行即个土的路的时阵呐，行到有人厝的时阵，骹穿起来垃圾的，所以头前空起安怎水骹，伫门口有即个水缸会当舀水落去洗，所以你若人到你因兜，你无甲洗骹是足无礼貌的。但即个记载，路加福音第7章360到350后壁讲到讲哪，即个妇人人甲耶稣做安尼的时阵，无拍算迄个主人心内想讲，即个妇人人，大家拢知影，伊是一个行为不正的，有一寡学者考究讲，伊可能就是做妓女的，行为不好的吼。所以即主人讲，耶稣若是先知，伊应该知影你甲伊切骹，你甲伊创即个人是甚物人？耶稣知影伊咧心内咧怀疑，就问伊讲：若是有一个人欠50个银啊，一个欠5个银啊，安尼讲即卖话啦，一人欠50万，一人欠5万。即主人讲好啦，恁两个拢莫行啊！你感觉倒一个感谢较济？50万的较济啊，对，伊欠较济嘛。所以你若甲下面做安那，下面我会做较济，我会感恩就愈大。即个主问这主人，你感觉倒一个较有？伊讲哦，毋是，迄个欠较济，迄个耶稣讲对。我过来甲伊讲，你看即个妇人人，伊感觉伊犯的罪非常的重，所以伊就用即种来求，看会当得到下面罪无？那看伊有即种疼心的表现，所以。较信伊所得到的下面搁较多，伊的疼搁较多，伊的感恩也搁较多。这是咱看见的。耶稣要下面人的罪行，你看耶稣坐伫遐时，有一个人，妇人人，这个妇人人可能就是妓女吼，来伫伊背后挨着他的脚哭泣，然后用泪呢湿了他的脚，就甲伊的头毛掀开以后，切这个耶稣的这个骹吼，拿切拿针，然后佮用油甲抹。这是拢古早的风俗，拢是安尼吼。这是一个待客之道吼。迄主人心内就想讲，耶稣若是先知，伊就应该知影，这个人是无好人啊。为什么咱要搁互伊服侍啊？吼，侍候吼。耶稣就对伊讲啦：我入来你的厝里哦，你也无甲我洗骹，你也无甲我安尼亲嘴吼，亲嘴颊就是一种问安吼。无用油抹我，但是这个妇人人。伊流伊的目屎，用伊的目屎甲我洗骹，佮甲我切，然后佮有浸，然后再佮抹香膏伫咧吼。是因为伊知影伊的罪非常重，
但是伊回应的听较侪是表示讲，伊的罪也已经得到赦免了。所以伊就倒呢，甲即个妇人讲呐，你的信有救你啊，你做你安然去，安然倒去吼。即个时阵，这证人毋是咧开始讨论讲，哦，哇，即个妇人人那遐尼好，得到耶稣的赦免。因颠倒伫遐讲，嘿，耶稣啊，你哪有迄个权伫遐赦免人？但是不管安怎，即个妇人人伊的罪已经得到赦免，伊就平平安安倒转。咱遮要看的是啥？头一个耶稣伊无要定人的罪，迄个行奸淫的妇人人，去用现行犯去用掠着。耶稣讲，人有人定你的罪，无我嘛无要定你的罪，你毋通搁犯就好。第二，即个人安怎，伊伫遐心怀感觉伊的罪足重的，所以到伫即个耶稣面前，伫遐用伊的行动，伫遐来表示伊的忏悔的时阵，耶稣讲，你的罪，你的信有救你，你会使安心倒转的。所以耶稣甲罪人第二，伊不爱定人的罪，毋然呢，伊搁要赦免有罪的人，即个有罪人的罪伫咧。第三，伫路加福音第5章的27节到32节，则个讲着一个故事。耶稣看见抽象的叫做利未人，伊坐伫即个抽象的即个桌仔顶头时，伊就来讲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然后，迄个利未人呢，就跟从了耶稣。但是，咱要了解即个背景的了。以前的即个咧缴税的时阵吼，是有的人去甲罗马政府去甲包工程起来讲啊，桃园县的迄个税收我来收，我先交互你200万，互你。政府看200万好，我就收起来，互你去收啦。啊，这个人就去干啦，开始去收，伊有可能收200万袂？无可能，伊要趁啥？所以伊实际收比200万较侪，无人甲管啊，所以伊会使心情雄，甲收300万、收400万、收500万拢有可能。所以这是压榨伊家己的同胞，税率拢是压榨自己的同胞，然后将这钱交部分去互即个罗马政府，家己颠倒较侪伫咧。伊即个税率，所以大人拢感觉税率是安那，是一个好人无？所以你毋是一个好人，大家拢感觉伊是怎样用诈骗手段敛财的罪人伫咧吼。伊就讲耶稣就讲啊，你缀我来，即个利未人呢，即个抽象的利未呢，怎讲缀耶稣去哦？毋然呢，马上登去厝呢，为着耶稣伫迄所在呢办这道，哇，请耶稣，我要来做耶稣学生啊，吼，来先请老师吧。毋然呢，伊个要请老师，佮请足侪人啊，甲伊的同班，甲伊的同事，伊的同事拢是啥？嘛是抽象的啊，吼，嘛是税吏啊，吼，啊，佮一寡朋友做伙食饭。所以，那伫伊法利赛人看的时，即道的人拢是啥？拢是歹人，拢是罪人啊，拢是罪人对无？啊，耶稣甲因做伙，所以因就走去问耶稣学生哦，讲哪会使甲耶稣，哪会使甲这罪人坐做伙啦？哪个袂使甲因做伙，袂使讲话，佮坐咧食饭，这拢是违反当初即个犹太人因的规定伫咧吼。耶稣讲安那，我出来毋是要招义人，是要招歹人来还过。耶稣佮嘛佮讲几几句讲安那，破病的人则需要医生，勇健的人有需要医生无？无需要。所以遐需要爱认罪悔改人则需要的，则需要伊啊。才需要耶稣，你若是好人，你就免需要。所以耶稣讲，我来毋是要招义人，乃是要招即个招歹人来还悔。既然你若认为讲，因拢是这罪人的心，颠倒就是我需要的，来甲因讲的。即个利未人，即个去用讲做是抽象的即个人，叫做利未即个人吼，尾啊，伊就悔改，成做耶稣的12学生之一吼。咱看见这是第二个，就是耶稣伊招即个有罪的人，大人拢认做是有罪的人，叫因来悔改。所以耶稣面对罪人呢，头前伊不会定伊的罪，别人无定，我嘛袂定，我敢来口劝你，毋通搁犯罪啊。第二，已经知影伊罪非常重的人，到伫面前来呢，伊就赦免伊。
啊，你若无来到伊面前啊，伊就呼召你。第三个就是讲咧呼召，即个抽象的耶稣看你坐伫即个抽象的即桌啊后边，伊就甲呼召来缀我。即个人个人就来缀我。当然，咱搁进一步来看，伫即个路加福音23章的33节，甲39节到43节，33节所在是咧讲路加福音23章已经到落尾啊，是，就是讲耶稣要用定十字架是。33节讲，伫迄个所在，耶稣用定十字架时，正边后一个，倒边后一个，拢总有两个人甲耶稣做伙定伫十字架顶时。39节开始的时，就讲到，因即两个人甲耶稣讲话即个对话，内底一个就甲耶稣讲安那，一个就踢笑即个耶稣，啊，你毋是基督，啊，你毋着家己救你家己，实在搁救阮啊？但是搁一个讲。咱犯即种罪是咱应当有诶，因为咱所做就是安尼啊。但是即个人，伊都无做啥物歹代志，所以伊无应该互定十字架。你到即马搁咧讲安尼，所以我等于甲耶稣讲安那，伊甲耶稣，耶稣啊，你伫你诶国内诶时阵，就记伫我，就是有罪诶人，伊向耶稣来认罪诶时阵。耶稣安那邀请伊，耶稣对伊讲：今仔日你要甲我伫乐园，今仔日你要甲我伫乐园。咱若照咱的即种律法甲道德来看现，咱若犯罪的人，咱一定爱去用审判，爱去用关啊，应该有的即种刑罚，咱拢爱有。但是咱若倒等于到咱的性命、咱灵魂的部分，咱是面对主，伊要甲咱审判的时，伊讲你若相信我。救恩的时阵，即个人你拢总要到伫乐园来。即个互定伫十字架顶，甲耶稣做伙定十字架顶，这是这个啥？伊的犯的罪绝对非常的重的，叫做啥十罪不赦遐个，反正是足重的罪啊！罪足重啊，到必须要安那爱定十字架。但只在那一瞬间，伊敢若讲一句尔，主啊，你。耶稣啊，你伫你的国内，你咪是会记得我。耶稣就讲安那，今仔日你要甲我伫乐园，意思就是讲你已经得救啊，你要甲我共款伫天国所在。耶稣要邀请罪人，甲伊做伙伫乐园。咱今日讲的主题是讲耶稣面对罪人的是咩安怎？其实就是面对咱所有的人。咱中间每一个人拢是罪人，拢是有罪的人。耶稣要安怎面对咱？耶稣头一个要甲咱讲：人若无定你的罪，我就无定你的罪，但是毋通搁犯。第二，你若到伫耶稣的面前，你真忏悔的心，亲像迄个妇人人，伊拢无讲话，伊就流目屎，伊就伫迄个所在，甲耶稣的骹从担以后，甲切落打，佮抹即个油去。耶稣讲安那？你的罪得到赦免了。你若怀着即种的心，你知影你家己是一个罪人，你真谦卑，到伫耶稣面前时，耶稣就别安尼甲你讲。你若知你是罪人，逐人拢认为你是罪人时，你感觉你已经无药通救啊？无，亲像早时的抽象共款，逐人拢认为因是罪人，所以无人要甲因做伙。但是耶稣要呼召你。你来对我，你来信我，你若来时阵呐，耶稣就要互你成做伊的学生。到最后一个讲呐，已经去用定十字架，已经是无望啊，要落地狱的啊。但是讲耶稣救我，纪念我。耶稣讲今仔日你要教我伫乐园，所以不管伫倒一个阶段。咱人拢是罪人，咱拢犯了罪。不管是伫起头，还是伫中，咧加犯罪的中间，还是已经犯了啊？你感觉足忏悔啊？还是我根本就感觉无机会，我毋知要安怎，我就已经是安尼啊，我就是抽象的啊，我毋知要安怎。耶稣嘛要甲你呼召，我已经去互钉伫十字架顶啊，已经准备要落地狱啊，嘛阁有即个机会。这是今日耶稣要甲咱讲的，毋是早时2000年前的这种情形，现在的情形嘛是共款。
因为安怎？耶稣到底世间就是要为着咱世间人死啊！今仔圣经节就是安尼甲咱讲，讲伫咱还未犯罪，咱还未，你会使甲咱放迄个圣经节文，知道第几页吗？我们第5个来，底下讲安呐，咱要顾软弱的时阵，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，耶稣的已经替咱的罪来死啊！后壁第8节讲，那是上帝显明伊听，伊本身听咱的听，因为咱要顾在最罪人的时，基督就为着咱死啊！咱是活伫2000外西元19多少的人，耶稣是西元20-30年的人，距离咱偌久？2000年，2000快接近2000年。伊迄阵就已经为着咱的罪定死给定啊！咱还阁软正神，还是讲咱还未做罪人的时，耶稣就已经替咱避办好势啊！再换回原来那个幕好吧？耶稣为着罪人来死，当咱人类拢还阁是罪人的时，咱真侪人拢靠着家己的方法，不管别种的宗教啦，还是苦行僧啦，还是积功德啊，还是安怎家己想要努力家己行好时呢？咱足侪人证明讲，咱的努力都没有办法，无办法互咱甲罪当来脱离的时阵，耶稣就已经为着咱定死的家，2000年前就为咱避办好势啊！伊伫迄个所在为着咱接受神的公义的审判，承担咱的罪的了。神就用伊的这个慈爱跟公义来赦免我们的罪，互咱伫今生有圣灵同在的平安喜乐，未来可以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。耶稣为着咱死。那是咱现在咱犹原活的一种毋望，一种依靠，对以后来讲是，嘛是一种盼望的了。今生今世，那有圣灵同在的平安跟喜乐，然后咱将来呢，能够进入神的荣耀来的。这是今仔咱头前要讲的。耶稣跟现代人有关系无？耶稣那看的是2000年前的，跟咱即马有关系无？你若是真久用人来看是无可能有关系。咱大概咱讲，你也感觉讲啊，咱讲莫讲清朝的人就好，跟咱有啥物关系啊？无关系，遐尼久啊，哪有关系？何况讲2000年前，伊若是人都无关系，但是伊是神，所以有关系的咧。咱人有遮尔多种人，咱看第一页先讲着。有遮侪有罪人呐，有自以为义的人呐，有拍拼的啦，有理性主义者啊，我根本就无相信有神啦，我已经是绝望啊，世界无一个人关心着我啊，我是非常孤单啊，有遮尔多种人啦，耶稣拢要甲你讲，伊和你有关系的咧，伊也要帮助你。今日咱头前看的是啥？我若是罪人的是要安怎？伊要甲咱讲头前安那？伊要下面那的国户，我们的主导文里面呢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下面我的国户，请我的下面国户我的人。耶稣要免我们债，都叫讲这拢是咧讲这样。咱无比别人更较好。从神来看起，我们都是一样，我们是50步、60步、40步，这种的差别呢，咱无比别人更较好。但是如果耶稣伊若要无要定人的罪，伊也要赦免人的罪，要去呼召迄个有这恩召，佫会当接受遐有罪人的时，甚至为着人死，安尼你想伊要安尼看待咱？伊要安怎看待咱咱这有罪的人？耶稣已经为着咱来定死伫死里家底，所以咱毋免佫伫迄个所在被定罪。咱的罪已经完全得到赦免哦。耶稣愿意呼召你来跟随他，也要邀请你一同进入伊的这个乐园的咧。咱毋知愿意来接受耶稣的一听甲这个呼召无？伊要免咱的债，但是主导文毋是到遮的煞，煞了讲啦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所以，毋是讲咱接受耶稣，咱是罪人无毋对，咱已经得到耶稣的这种
啊，恩典在我们身上，咱无叫罪去捆绑着，但是安那，也要叫咱讲安那，免了别人的债。主耶稣既然这样对待我这个罪人，我该如何对待别人呢？咱来去这样呢，将咱所领受的疼，买当去分予人哦。我周围唔知道倒一位是罪人无？耶稣唔知安怎对待伊，那呢？耶稣唔知唔望我当安怎来对待伊？所以咱来讲起讲耶稣甲罪人性，其实是耶稣伊嘛要甲咱好掉吼，直接要甲咱讲，你今仔日要愿意承认家己是罪人无？你已经听见耶稣安怎对待这罪人，伊也无定你的罪，也要赦免你，要好掉你，认罪悔改来对你。将来伊嘛愿意接待你，进你到迄个天国乐园，你愿意接受做救赎无？咱中间已经真侪人接受啊，那安尼是要问你讲，你若已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赎主的时阵，你要将这个好消息来报互遐你所关心的人无？咱今仔议题讲到耶稣甲罪人，咱拢知咱是罪人，但是咱嘛知影耶稣已经救赎咱啦，所以咱的感受可能无遐尼大滴的。但是其实应该非常大。你开始想着讲，早时我就是对这个苦毒、这个捆绑中间，因为信耶稣，我才开始豁然起来，豁然开朗，我才得到平安，我才得到希望。那呢，我还有足侪朋友是安尼咧，我有厝里的人嘛有，因也未信主，啊，因来信主毋知偌好。你知影迄个第一代信主的人，因通常第一个感觉是啥？遮好物件来到即阵才互我知影。甚至伊会怪伊的好朋友哦，遮尔好物件你藏起来拢无要甲我讲，到即阵才互我讲，互我经过遐尼侪年的艰苦，无毋对。遮尔好物件，咱领受着，咱来进步人知。特别咱逐人拢是罪人，耶稣就是疼咱罪人，伊不爱甲咱定罪。伊个要赦免咱，伊个要呼召咱，伊要邀请咱做伙到入乐园内底，因为伊为着咱来死。最近教会最几啊变的这个圣别礼拜、圣别礼拜，就是因厝里内底，然后种已经拜个偶像，啊用遐神像底下，啊有迄种神道什么遮，啊已经信耶稣，伊感觉这物件无好要摕掉，而早时佫是伫这个所在。拜遐偶像伫咧，安尼要安怎？伊就请教会去甲主持即个圣别礼拜，将这物件，阮伫迄所在用圣经的话来宣告啊吟诗，然后就甲除掉。要来请因讲即个感言的时阵，因为哇，我感觉今仔日超轻松的，绑伫我的心头的即个担，终于安尼就甲放落去。甚至有讲，我已经10几年啊，一直想要做无落去。但是嘛，感谢今仔日互我做，所以已经规个得到头棒。迄咱外面人看袂出来啊，我看伊嘛看嘛共款，甲我以前看共款，但是家己讲出心内话，那捆绑在你心中的东西，无人会当甲你摕掉，只有耶稣。因为今仔咱看到。伊所甲咱讲，这圣人者，耶稣伫2000年前面对迄个犯罪的人，现行犯去互抓着。耶稣讲安怎？无人定你的罪，我嘛不爱甲你定，但是你毋通搁犯。耶稣是遮尔有疼心的人。耶稣今日嘛要甲你讲，咱逐人真侪知影咱家己无好，你若家己愿意到伫主的面前认你的罪，主要甲你讲，我嘛无要定你的罪。但是毋通搁犯。耶稣接受所有的这罪人，毋拿那个为着因死，干那要毋望咱这罪人安怎爱悔改，毋是继续搁犯罪，一直犯，安尼你的悔改就是假的啊！你要真正悔改啊！你知影大鼻王无？大卫王，我们讲过几啊遍伊的故事，他奸淫又。借刀杀人，咱无一人做会安尼做，但是伊安尼做哦。最后上帝竟然讲，伊是合他心意的人，为什么？他真的悔改了。
伊悔改了时，伊所行出来东西合神的心意。咱毋通讲咱定来咧犯罪，耶稣甲咱讲，我听恁，我为着恁死，所以我无要甲你定罪，我要赦免恁的罪，我要邀请恁跟我一同在乐园里面，哇，好高兴啊！我罪都已经，然后但是你个行出来，依然是继续做耶稣无欢喜的，迄毋是真正的悔改。耶稣爱的是安那，真正的悔改，我靠着伊，你有欠亏的，我靠着耶稣，互你亏来啦。今仔日所学习的是要甲咱讲，耶稣毋是伫2000年前，敢若对以色列人有帮助啊。耶稣甲咱所谓现代人，嘛要发生关系。第一个是咱拢是罪人，耶稣要甲咱讲，我无要定你的罪，但是毋通搁犯。我要邀请你到乐园来，你愿意悔改无？毋茫即个耶稣真正诚侪咱的帮助，当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当阮依然是罪人的时阵，你就已经为着阮定十字架流宝血。你对阮的疼是遮尔的大，你所意爱阮的，就是阮真正的悔改。阮无搁犯遐罪，但是阮的软正，主你嘛知，你就找起信心要来帮助阮。毋茫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对信心来领受教育的困难。互阮伫对面上所会当抵挡遐无好歹的物件，互阮无即个黑暗色的捆绑伫咧，互阮会当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互阮会当成做一个英神益人的人。阮感谢主，你毋是伫2000年前对遐以色列人有帮助啊定，你对现代人嘛有帮助，对以后人嘛要有帮助伫咧。求主你，互阮每一个人看清楚，我会当真正到伫主你的面前，认我的罪，认阮的罪来挖靠着主，牵调着主，互阮所行的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。我来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的名。